方清昌道人，剩余是一家人家财产光耀，那么弄得三家当自家做和尚。就说现在辰光，剩余是老大人，就拿自家女婿猜出来吧，猜到琵琶房，能专门弹琵琶上。沈夫人回到西游，就说到至琵琶房，会叫女婿坐下来。那天姑娘去长点耍个名堂日，我老丈人为之呢3年左手在边花旁，那副住了少上花。方清正要想讲，哎，王本来的。要紧请老爷出去，啥事体啊？老爷得意门上兵部尚书毕云仙导致兄弟毕云鹏来着，要来道喜，老老出去。关照王本是吧？到厨房该去备酒，因为方才我主位堂听比较听见个，要请来吃酒时啊，16碗菜，16只狼本，原来的八郎当拐下来嘛，酒水分吃都比我来害着。关照王本去。那么姥姥该个辰光一路出来，只瞧花高浪向碰对蔡姑娘。蔡姑娘真有道理，绝顶聪明。李周你对今朝姑要闯到石岗后，背于地章，不地章，不敢闯道人。现在看上去要想立得起见娘，可是不这样便当。趁该个辰光，我要努力个方军营要逼离出来，别做过。而且做过不是芝麻绿豆过，便是3品以上的大过。就说西桥旁对老爷问老爷耍上火气，老爷到里讲我去做好生子。不姑爷人呢，在让书房里向，500人陪伴来去送茶侍寿，是晓得了。那么蔡姑娘去端准一杯茶，送到书房里向来。一到书房，看见姑爷手里杯。啊，姑爷请用茶。哟，蔡平子多谢了。那么方清的哈呢？方清恨不得马上随去见娘，但是娘了啥个后堂也不晓得。哎，那蔡姑娘来个是来得真好。哟，请问蔡平子，想家母在何处来堂，怎样追法？让蔡平子一命一生吧。哦哟。石头要立得起见娘子，可是不是讲便当啊，姑爷啊，你要问老太太的笑那么容易呀，容易呀。哦哟，看上去烦男子，这上面3句话都专门是废话呀，联系到容易背是烦呢，真是容易呢。你先要背这几个恩人哦，要背人大几位恩人。我就要上来姑爷，倘使老太太500个2个恩人，就活不到今朝，乃今朝得里不为旁队。故意听兵啊！你是谁人呐？好心好意当交态，一零一个富士汉。大德大恩义有上，多情多义女用中啊乡里相随月姑娘，我只能只想妹香，最神老神有老一场，你是谁人在盆里的某银山？可晓得？方清一听嘛，好哟。可是今朝娘亲不成功，这上门来打听听看呢。李老师也巴着样10个心的恩人，上个月姑娘了当家时，他面上面都在分口见过。咁你走南京这个，让我先来瞧瞧李吧。哎呀呀，蔡平子，想必只为恩人，无日在地，今日里在方子文谢了你蔡平子吧。到时头收油不收金，先来瞧瞧我。小弟们应得是不用拜谢呀。哦，你是个屋的，用不着小礼，也小礼个东家的。举手手指，想被蔡平子上得来的，相亲小子下来，对方清拜谢你家小子。什么呢？爷爷旁队搞支部长。哎呀，旁队搞支部来定期金。哎呀呀！方才我请小家下来，18斤5天，最计划辰光，非是9女儿后之类，旁子那个团不讲正话，气得小家回到流浪去。故意啊！
你帮我家小姐一来就来，一去就去，哪能如此便当？哦，是个家子太大，搿么这个千岁的我自家上去吧。徐子们对方子文亲自登楼，拜在你家小姐。那是告你好在，要想带你三条流浪相去在，姑爷你算不算呀？废话花烛打破归来，算不算？哎，毕竟这里妈妈难啥做啊？啊，请到三条下来吧，是我家子太大，我自家亲自上楼吧。一怪我烂面皮，哼，我不要了门内个，门内上呢丢丢得得，我遇到门内食饭饭呢，我不会得去问黄本嘛，黄本嘛是我地下人，门上去嘛阿姨我回答我，哎，那黄本回不来，发现对着外地一口嘛，哎，黄本的来在。黄本那还会得来么？厨房给关照办最事啊！关照他马上要进过来，为啥小东家书房里一个字一起给去办办理？所以的等，妖精修过来到书房外时，听见里向有叽叽喳喳声音。姥姥一听呢，这个声音说的了，蔡平的声音了。就是黄本达该得来时，却听到三个字，那喊三个字啊，叫老二仓。啥叫老二仓？老二仓就是姥姥队，现在讲起来就是窝的门。姥姥队神父浪向两个，一个东家还有一个黄本。我队北队不够叫东家叫老二仓，看上去浪叫我。哎呀，蔡平那个小东家面浪叫老二仓，为了让手小手指戳我鼻脚噶，是我欺负啊！说心该，那么哪样听听鼻脚口。我黄本啊，来听鼻脚嘛，风湿口口好娘，老实对朋友。就是上场浪向一个水稻做手一了听比较。哎，放清一口嘛，那还不进来？这个海里进来，黄本老人家到底谁为话呀？听比较理想不晓得，晓得是不叫听比较走。嘿嘿，看上去实在要是我去我，先抛着帽子对毛公司毛毛口，我阿拉外头。倘使我答应，你到去我就不讲，挨着你老句，不做来看这一看，证据不详。哎，对不住来带我看一看，神经不进来。哦，发清一想不动着，黄本年纪都这样，耳朵不大哈，那么这个还得想的。黄本老人家到底谁为我呀？啊，内心的理想晓得噶。这个海结讲，反倒要看了。黄本奴对不走来一口嘛，面孔长得直勾实，一手玻璃窗呀，各自玻璃窗上听别叫呀。哎呀呀，我看得见你多嘛，你多还看得见我个。那么说起来不对的哇，明日呀，说已经有玻璃着，名贵得不得了，对个，中牛不个。剩余是老大人外国蜂王沙上火，现在是叫伊朗，从前叫波斯国。老大人回州来的辰光，伊朗国王得里结巴弟兄们送不里2箱玻璃，但是真开好，一箱包了自家老高些西油，另外一箱半箱那农务楼浪向、楼窗浪向再装好了。因为农务欢喜花园里带皮布嘛，还有半箱装了该的花园的上窗里向。时间一来，让农一方面带皮包，一方面看看花园里向景致，让你还开心点。从前辰光，玻璃是名贵，不像现在，现在是80年代玻璃不稀奇的只，跑到东跑到西侪是玻璃。有2位老听众考究的是街个浪向侪到玻璃厂的，不稀奇的只，嘿嘿。就说现在老面孔长得羞凶，妖精达到里向啊，小主人，像你们放在这里是江苏什么老奴一句都没有听见啊！你自个走出来着，再跟我们外头听比较。啊，小主人，呼老奴有何吩咐？黄本，我提问你，老太太在后厨内堂怎样做法？你与我一起讲来。哦，要问老太太。小东家，你来让千金老太太让神啊，保佑我还能让千金呢？可是应该告诉来听。啊，小主人，像老太太们在居松亭，要想说居松亭过去把云不必菜姑娘别一脚，
哎呀，转年的我要逼你放金银出来的辰光，来个老吓人呀！来听呀，居松亭说出来是下来马上就是居松亭过去白云鹅啊，白云鹅三个字说不晓得是听之里头才打发了那个脚，搿么哪弄法呢？不样办法，当着后，所以该个辰光蔡姑娘双手搂腰，对王伯朗看，讲不得，眼睛拼命上撒，说不得，不能说，非要讲，吃得王本分看去，王本里有个脾气。就说你讲闲话辰光，眼睛只看自家不对，不看别人花的。哎呀，那么个东家，你哪伐？不样办法，硬上硬当之后，顾客水，对子王本，啊哈，这，哦，讲不得，讲不得，搿点苗头你都夹得出个，你晓得双手路腰就是不能讲。不过为啥不能讲？老不清爽。你没办法裁定，为啥？欲知不来年高，夫知空无百岁。李官这不能讲得总有道理啊，不过啥个道理自家不清爽。但是居松亭得出来不要紧。好，小主人，像居松亭，居松亭比怎样啊？居松亭哪里同小主人分别？弄得这我头拉下来着，方清有什么讲？居松亭下头说个闲话，不个三句话头瞌睡瞌得个，也没办法，只好听呀。居松亭比怎样啊？哎呦，蔡姑娘做你的王本啊，你进来滑头子点着哇！我当过来个招呼来接得来着，好极好极。啊哈啊哈，定心啊！居松亭分别事体3年600上又得了海了，来定心好噻。啊，小主人，像居松亭与小主人分别之后，我与顾老爷回到府上，第一节宴请，老夫妻争吵起来。后来嘛，顾老爷命老奴卖了追逐，到湖南太平庄来迎接小主人同老主母。哪知晓老奴一到湖南，飞人开到老主母也没有见到你小主人，老奴只得空回不住。哪知晓回到襄阳，小鸡大病在床，强盗取了脚，抢了你的猪塔，没到小鸡手中破案，小鸡大惊一场，病着膏肓。后来顾老爷苦口如肉，与老奴商量之下嘛，押让你小主人一封家的书信，在小鸡上头朗朗念了几遍，医好了小鸡的真病。所以后来小鸡嘛食道比怎样啊？食道的叫居住怎样？把云儿都演出来的，食道把云儿不是相违。哎呦，蔡姑娘晓得苗头不对。食道这样啊？食道嘛就是食道。咦，那个抓手闲话个讲，是食道嘛就是食道。哎，王本，食道的叫居住怎样？哎呀，那么别上个屋啊！王本回话不住，到底老实的，不知哪不里想出来个？小主人，说啥完了，怎样？你年纪轻轻来到200了么？是我耳朵聋啊？摸鱼呀？摸鱼呀！像老奴食道2字，从来没有讲过。要么那个老吴了，他自家讲子闲话讲哪个？搿边君子里妈妈，营区大概有3个人啊，他是我的那2个人还弄不清爽做的。搿不是讲蔡平老多比门一上好了。蔡平子，王公公食道2字，可人讲过吧？没有讲过，没有讲过。我帮你忙，你好帮我忙。蔡姑娘做你的王本啊，实上都把年纪讲子我讲老个，不来三关。姑爷，王公公食道2字倒是讲过的。王本可能听得讲过的。不调子啊，不作性讲，我帮你忙，你不帮我忙，没有讲过，你讲了那万一分讲过了。可以。王公公食道2字讲过的，不过食道的下文呢，小味的晓得的。方清你听嘛，像不落这样。一个人自家讲子闲话讲不下去，不比一个人介绍滴得落个，你说法子还听着喂？怎样啊？王本我觉着奇怪呀，蔡平啊，那我分析出来个闲话，你会得晓得个呢？但要听听看了。那王公公在讲，到湖南去营子里，小主人同老太太飞人接到空回不住，回到襄阳，小鸡大病在床。
与我家老爷商量之下，捏让你过一封书信，在小姐上头让你列几遍，以下了小姐的准备。所以小姐也识得今朝母与知县这封是家书信呀。哎，真是这个识到啊！你看去死子啊，晓得？也被人家讲子之后，儿女是这个识到啊。哼，方清心里想明白的，你都两家头呢看各自记得，这个是我娘那耍个勾当。那么这个东家米眼拿出来哈哈里多，方清还没做得出来，面孔砰一杯，走，想的问儿神。竟给娘道规划，上看我的娘亲，给当何罪？蔡平啊，一吃过市长，这个叫怒气之啊，不要讲子吧？蔡姑娘做你的王本，你非要喝得个，这小的是啊，我在这里带过来着，唔少都花头个，你既然喝不要紧个，我来了开。啊，姑爷，像老太太的事情嘛，王公公他不晓得的。他不晓得的呀。王本主，你的还是非要晓得吧？我晓得是我要割杀子，还是你来吧。各位，你也晓得老太太在和无耻爱党，容易呀，容易。只要你把自己3年尊重正直讲了出来嘛，老太太在和无耻爱党，在小皮身上。啊，王本主，你的小东家，算不上。你现在来自半日天自家3年lang做点啥事体分讲讲？哎呀，可是你不好啊，小主人，只要你把自己3年正宗正直讲了出来嘛，老太太在后吃爱当，老奴倒也晓得的呀，有你倒也要走进来的呀。高爷，还是自己讲了吧。八清一听没明白的，你都不是不干是我娘了啥个恶的，是要当我教母点起。也请我拿自家3年的事体告诉李都，那么李都再拿我娘了啥个安当告诉我。那么我现在也可以讲，刚刚做少不讲，因为我要见姑娘戏弄姑娘出去。现在姑娘已经见过这事体，还可以告诉你个。王本、蔡明基，倘若我将3年的事情讲了出来，恐怕你们下不去。王本别已经好个人。不知啥个大事体好不起呀？非要跌跟斗讲，老实是实对老实，忙正想角落头一开，时间一来好不起，不为跌跟斗，给来了孩子。蔡姑娘做你的那个事，那是花头实在都不够，我是谁见过着，我才不管个。啊，姑爷，还是快速讲吧。尔等听了。我是要与你举人生，身
方清到底上牛了，要大才子。讲个闲话几乎简洁，叫必定方清贼人。石板浪向登出来，一脚一名上牛必定，实在算是我方清，我一个字。该番闲话讲完啊，两家头两种表情不同。王本听见开心啊，哎呀，啊，哎呀！蔡姑娘不动声色，对王本郎摇手，啥好笑？晓得是方才见姑娘辰光，花团还要退了，爬得还要高，结果砰当一个跪下来，跪到地狱门里，啥好笑？王本开心啊啊！啥好笑？嘿嘿。他亦不笑，我亦不笑。咦，这种写的哪头看见呢？写字一步，把杀错的，还最发进门的是。王本，因何不笑？你没慢慢讲，说不要笑个。啊，翠屏妹子，你为什么不笑？我不信他的事情，所以不笑。是啊，因为不信你的事情，所以不笑。怎样可以信得？我亦不晓得，你才不晓得个。啊，翠屏妹子怎样才能信得？哎呀，做姑要有凭证的呀，没有凭证，所以不信。是啊，做姑要有凭证的呀。蔡平子，你哪里知晓？想我自费出京，上我与宫门，下我与师的衙门，哪里来的凭证请你们开呀？哎呀，翠屏妹子啊，我叫小主人说得对啊，他非正师的衙门，没有公文给我们开，没有凭证，没有凭证。翠屏子，你的王本啊，你到底了帮啥人了？做过很不平居噶，我来。那么了，这个辰光嘛，哪里个方经营要逼出来的？哎呀，试试看咯。高姨，先比两桩不行。怎样两桩？第一桩，你做了官，应该把棒与十八报答自己，真是没有十八啊！哎，蔡平子，你有所不知，像我乃是冒名冒姓适当考试。倘使我报了，必定你们与不顺势；倘使我报了，方清错碰机会，对楼不报，故而莫以失败。这个第一章说得通的。冒名必定做个官，十八报得来把必定，你根本不认得，自家讲出帮，裤浪都要补上。第二章，上一道官不理应，应不理官，你这万金银心定在身旁，拿来带我一看？哎，此乃慎重东西，怎可以放在身上？乃与其人不如，其人才败。谁本一混？啥叫基因官？你要上至油门，有个官专门管那个方印，叫该印官。你现在自家讲了，皇帝本来三个假期，大唐做亲，回乡扫墓，你还分到衙门啥当回来啊？各位啊，你非人说的衙门后来几印官啊？哎呦，看看这个我的样样事体都才懂的呢。那么八斤搿方金银让啥个上货呢？让自家胸口的，这能拿出来，这本都看。做啥么？我搿方金银第一个也拨我自家娘看。啥子？因为我娘计划不容易啊，空虚文当失落你，所以我现在得把做规则，我搿方金银第一个也拨我自家娘看。那么还我是走来，我得两家的牌子一份啊，一个来用人，一个写下头。他是我金银挖不里头看子，手到外头也不定讲看不起。说起来堂堂七三十五多人，该这个方金银稀是稀得嘞，让下头面前挖吃挖进，挖吃挖进，也不被人家看不起的呀。可不到现在金银不里头看，里头不干是我娘了少个恶当的。咁一整年的啥啦？该到是内湖有个市场不里头看看，还不严谨。方金毕竟只有21岁，有点神气啊，才有牛脾气，他帮金银拿出来，拖到浪水里向。蔡明子、王本，你们拿去开那。海威啊，你都几块？想拖李天王上啊？搿方金银啥地方拿出来？就是胸前头一只袋袋，从前辰光人身浪向不袋袋，手袋老厅中西曲舞台浪向才看得见包点零碎银子，只有自家胸门前有只袋袋，搿只袋袋根据国人身份起的。
做官朋友把经营就叫经营台，读书人把字没毕业就叫文才台，做生意人把专部收部就叫生财台，石骨头把老虎钳就叫乾坤不保台。各人身份不同，现在怕拿出来嘛，想拖他李天王。蔡姑娘也想来拿，嘿嘿。王本男人脚大，用得上胡集里向一句唱词，叫三步改做两步音，抓得大已经脑子记了。现在王本一看好，咬是一张个王头子袋袋，随个耳聋枪支，啪，袋袋可以拉开。金银槟榔向有两条紫颜色水个飘带，叫紫玉金章，各方印是金的。这个饼啊是一只中山，粗看看一只羊妈妈。实在只有一只角，不是羊，叫啥？一时叮咚个大钟声，砰！金银槟榔香牢牢拿金银吹出来，在银面浪向几个字，一口么清清爽爽几个字，叫清明七上茶盘御史，众里兵马粮食归榜。七个上文里向兵马两相夯不啷当通过。王本看到该两个字。看到眼睛里向，一个秋子端出来，端到心湖头头里，捂了里向，动也不动，真正叫呕心。围上来养生乐笑，比三小高1倍。三小儿女事情，该个是做过大事体啊。那还乐笑，第一小，先想要把它继承下来，可以生有力旺；第二小，老芝麻可以扬眉吐气；第三小，你过了要不知受人与考，小教。第四项，终身与波马；第五项，今朝这个势利姑娘，我除非要以貌欺人；第六项，我王本，你记得不得？将来省家里向等等不高兴再到方家里向去试，方家里向试一起再到省家里向来不想想，哎呀，我就是老风筝哇，哎呀，开心啊！哎呀啊！哎呀！不晓得王本啊，年纪大人啊，7万要帮一。最路要帮的，小到什么一来行嘛？啊哈！我不特特的孩子呀！哎呦，在土石拉拉地带菜兵口口菜兵帮忙，菜兵啪挪放金银再到水里，等等分量，为啥口口清爽？小到是花队都发过，要该放金银神王了，要到去叫的了呀！一等分量不错是真叫好，让我上去吧，拿不上去，高手小叫出房门进房门，我为倾听。